1891年，Tesla 發明了 Tesla 線圈，那看似簡單但其多用途性的發明超乎了想象，其廣泛性成為 Tesla 重點研究的一環。初期研發着重用於非接觸式電力傳輸，但已得出這發明可用於多種不同媒介的無線傳輸作用。時至1893年，Tesla 線圈已成功展示其無線電功能並擁有了專利。其後到1897年，再就電磁波傳訊用途提出電磁波相關的專利申請，並在1900年 Tesla 於 Colorado Springs 已完成了大型無線傳輸的所有前期實驗，更成功完成避雷針、絕緣體、無線電力、無線傳訊等等的相關的實驗及專利，並準備於 Long Island 興建 Wardenclyffe Tower 去實行其商業化的開始。當 Tesla 正式為其 World System 行出關鍵性的一步時，馬可尼才來到美國申請專利。當時這技術已被世界認知， Tesla 更被視為理論和基礎設計的開創者，而馬可尼那無線電系統的核心組件就是 Tesla 線圈所組成，所以被駁回的原因十分清楚的。1901年末，馬可尼宣布成功於加拿大的 Signal Hill 利用風箏牽引長達500英尺的天線接收到位於英格蘭鋪料的高功率站發送來的信號，但就實驗相關的詳細資料一切都沒有。而更耐人尋味的是，馬可尼事前就得知要接收的信號資料。更重要的是，這公佈成功的實驗手法是複製自 Tesla 之前的實驗，更係未經 Tesla 同意下使用了17項他的專利技術來搶佔了先機。其後馬可尼為相關實驗推廣做出多次示範，但結果比第一次發佈的效率更弱。1904年，馬可尼利用官方人脈建立了一個商業服務機構，向訂購了服務的船隻發送晚間新聞摘要，這些信息製作成報章到船上發行。由於得到英國官方認可，得以發展出超乎想象的業務。同年，美國專利局喺沒有給出明確的理由情況下，突然撤銷 Tesla 的專利權，並改授予馬可尼專利。由於馬可尼單以美國就有愛迪生等財團做金主投資，加上英國其背後更廣闊的財團及政客關係，就算 Tesla 拿出實證放在法律面前，亦不被承認。而 Tesla 亦只能無奈。1909年，諾貝爾物理學獎由馬可尼同另一發明家共同獲得，以表揚佢哋對無線電報發展嘅貢獻。Tesla 得知結果後更不甘心，於是在法律層面上為了這場不公平不義之戰而進行長期鬥爭。